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睇南方東英嘅產品特輯。咁今集繼續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啦，我哋個股共反產品最新情況，同埋一啲市場焦點啦，我哋係需要注意嘅。我哋睇翻隔晚美股嘅走勢表現就相對比較反覆啦。我哋見到市場上面咧仍然係關注緊一啲關稅啊嘅政策同埋言論嘅。咁啊早前咧亦都有傳啦，即係美國會對即係大部分嘅晶片啊半導體嘅產品嚟講有機會豁免關稅。咁但係其後咧，即係特朗普 Donald Trump 嚟講咧，就出嚟澄清，就話冇呢件事嘅。咁嚟緊咧就會有新一輪咧對晶片啊半導體會徵收額外嘅關稅啦。咁政策嚟講咧，就令到市場個表現咧就相對比較反覆。咁啊收市嚟講咧，美股三大指數都蒸發咗大部分嘅升幅，升勢嚟講都升唔夠1%。幾隻嘅重磅股，譬如話我哋留意開嘅 Nvidia 啦、Tesla 嚟講咧，其實升跌幅都唔夠1%。咁翻到嚟港股嘅交易時段方面，趁呢啲嘅新聞嚟講咧，做一啲提前部署嘅。咁譬如話嚟緊即係有機會對晶片半導體股受影響咁，當然啦。咁 Nvidia 呢隻股份嚟講，相當之受影響。咁所以你見7388兩倍睇淡 Nvidia 咧 ，Tesla 兩倍睇淡咧，其實都有成6到9%嘅升幅。咁成交方面，頭半個鐘已經超過300萬嘅港紙㗎啦。咁所以大家就透過呢啲嘅工具嚟講，做一啲短線部署啦。咁而另一方面，我哋睇翻4月14號咧，即係琴日嘅全日嘅成交方面，9隻嘅個股共反產品嚟講，成交超過4000萬嘅港紙，超過7成7咧嚟自港元嘅交易櫃台，咁啊剩低2成3咧就嚟自美元嘅交易櫃台啊。咁啊，而大部分即係我哋睇嘅最受成交嘅一啲嘅產品嚟講咧，就係最受歡迎啦。譬如話頭兩隻嚟講 turnover 最高咧 ，Nvidia 相關嘅一啲嘅產品，咁啊 turnover 最高咧就係博 Nvidia 兩倍睇好嘅工具7788啦，咁啊成交方面超過1000萬嘅港紙。而第二咧就係博 Nvidia 回調嘅7388，咁成交方面都有成700萬、800萬嘅港紙嘅。而第三咧就係博 Tesla 回調嘅7366，咁成交方面都超過580萬嘅港紙啊。咁啊暫時嚟睇，我諗市場上面啦都係留意緊嚟緊 Donald Trump 關稅政策，尤其是半導體晶片股呢一類究竟點樣徵收一啲嘅關稅啦，係非常之重視啦。咁短期內一啲譬如話 Nvidia 甚至 Tesla 嚟講係有一個回調空間喺度，咁所以亦都建議大家留意住7388、7366，即係兩倍睇淡 Nvidia 同埋 Tesla 嘅工具，做一啲組合上面嘅對沖。咁今日分享去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